廣州唐國最早生產鋪床床墊嘅清潔廠已經有18年出口生產歷史，是寶牌床墊榮獲廣東省優質產品，遠銷全國20幾個省市同港澳地區，歡迎選購。協和可樂係我國最高醫學機關研製，以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名字命名。協和可樂集中咗可樂型同埋果汁型飲料嘅主要優點，唔含咖啡因，既有營養價值，又有保健作用，係我國嘅高級營養飲料。協和可樂常飲常樂。鮮湖牌兩面針中藥牙膏，兩面針護齒佳品，兩面針牙痛良藥，兩面針連續3年全國銷量第一。鮮湖換花露水，哇，香味芬芳，和神持久，我都很喜歡它的。鹽方家用去污液，徹底清除油漬、污漬，幫你創造美好嘅環境，使你嘅家居器具煥然一新。鹽方家用去污液，廣州人民日用化工廠出品。87全國電風扇質量大賽，鑽石牌2種款式，技高一籌，榮登榜首。悉心製造，精益求精，鑽石風扇成功之道，獲獎嘅鑽石，獲獎嘅廣州電風扇廠。各位媽咪，聽下健康寶貝嘅新話題啊！啱啱肚仔餓咧，食新出嘅亨氏嬰兒營養奶糊啦！有奶奶㗎，仲使煮添吧？亨氏嬰兒營養奶糊強化鐵、鋅、鈣多種維生素，營養更高，味道更好，你小寶寶實中意啫！睇我食咗幾健康，幾強壯，好嘢！亨氏嬰兒營養奶糊。金冠，節能之冠，廣東省高明縣硅酸鋁內火材料廠生產嘅金冠牌內高溫各種陶瓷纖維製品，具有節能保溫之特點。想買節能保溫材料，請揾高明縣硅酸鋁內火材料廠啦，該廠竭誠為你服務。讓春夏秋冬中國美酒最東南西北世界嘉賓，龍八高雅純正，龍八中國啤酒，艾倫品味獨特，艾倫無酒精啤酒，中國啤酒，啤酒中之貴族。藍鳥繼往開來，無論任何場合，穿着藍鳥都會使你灑脫自然，更顯風度。想有迷人嘅風采，仲係選擇藍鳥系列服裝。藍鳥襯衫，藍鳥西褲。中法合作嘅金裝黑妹牙膏具有4大王牌，加濃香味，留香持久，添加防牙石製劑，防止牙結石，膏體細膩，牙齒雪白，強力驅除口臭。金裝黑妹牙膏，高質素嘅享受。南海內火材料廠係冶金部重點企業，有32年嘅歷史。該廠生產嘅金丹牌內火纖維製品系列，重量輕，耐高溫，導熱低，首家通過省級鑑定。更有各種高鋁質、黏土質、磷酸鹽質等優質配套內火磚系列。南海內火材料質優價平，理想選擇。廠址廣東南海縣鹽步鎮。由於人口增長、工業生產嘅發展，各種生活污水、工業污水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嘅問題。要保護你嘅環境，解決污水橫流嘅問題，需要高效實用嘅排污泵。陽春電機廠生產嘅排污潛水泵，正具有防水密封性能好、移動方便、安裝簡單、經久耐用嘅優點。陽春排污潛水泵淨化環境，好排放。
原星牌維爾新膠囊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強化血管作用，對老年人動脈硬化、腦外傷後遺症以及視覺模糊、手腳冰冷麻木等症都有顯著療效。原星牌維爾新膠囊係由廣東製藥廠出品，原星健康福星。星牌華佗再造丸係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經多年臨床同埋藥理驗證，對治療心絞痛、腦血栓、腦動脈硬化以及中風癱瘓等症有效率達90%。最近又推出咗一種新型包裝，奇星製藥求精。小朋友，知唔知道我係邊個？藍精靈，睇真啲啊！藍精靈健顏香藥液，係咯，藍精靈健顏香藥液唔單止可以潔體除污，對你哋嘅幼嫩皮膚仲可以起到保護作用噶，又黑又爽又舒適。夏日陽光，沙灘海龍，潔白嘅世界傾住着愛嘅甜蜜。星牌味精充實你生活嘅每一天。呢一次新聞節目嘅主要內容有：廣州市舉行慶祝母親節活動；我省紡織系統工貿技貿結合自營進出口有新嘅突破；廣州廣播設備廠研製成彩色畫中畫電視機。詳細嘅新聞內容。而家講下天氣。本省陸地嘅北部今晚到聽日白天多雲，局部有小陣雨，19度到28度；中部今晚到聽日白天多雲，局部有小陣雨，24度到32度。南部今晚到聽日白天多雲，局部有小陣雨，28度到34度。南海海浪預報。今日夜間到明日白天，台灣海峽粵東海面有1.3到1.5米嘅中浪；巴士海峽、台南海東北部海面、南海中部同南海南部海面有1到1.2米嘅輕浪；珠江口外海面、粵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北部灣海面有0.8到1米嘅輕浪。廣州市區嘅天氣：今日夜間多雲有時小雲，明日白天多雲，局部有小陣雨，最高溫度34度，最低溫度26度，吹2到3級嘅偏南風。各位，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下邊請睇經濟訊息。今日外匯牌價：100美元對人民幣361蚊9毫9，100英鎊對人民幣674蚊，100法國法郎對人民幣62蚊2毫半，100港元對人民幣47蚊07分，10萬日元對人民幣2863蚊9毫7，100聯邦德國馬克對人民幣214蚊7毫8。